位於地中海嘅特尼西亞唔單止名勝古蹟多，仲係近年非常出名嘅度假勝地。咁好玩嘅地方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啊？今次要介紹嘅係特尼西亞古羅馬阿拉伯帝國考古尋寶之旅8天精選團 GAQR08。喺撒哈拉沙漠生活嘅牧民，駱駝對佢哋好重要，好似交通、運輸同糧食咁，都要依賴駱駝㗎。所謂入鄉隨俗，一於騎上駱駝展開撒哈拉沙漠之旅啦。馬特馬他本來係游牧民族帕帕爾人嘅居所，因為當地天氣炎熱，所以佢哋就挖咗呢一啲洞穴用嚟居住啦。呢度亦都係星球大戰拍攝嘅地方，而電影拍完之後一直保持現狀，冇變得商業化。對星球大戰嘅 fans 嚟講，可以話係原汁原味啊！巴道博物館係突尼西亞最大嘅博物館，佢喺1886年正式開館，由一座皇宮改建而成。入面仲保留住公元6世紀嘅十字形洗禮池。館內收藏咗好多藝術品，除咗常見嘅雕塑之外，當中以馬賽克藝術為主。馬賽克藝術即係用唔同顏色嘅馬賽克石粒裝嵌成為各種圖案。博物館仲展出咗公元2世紀嘅著名作品《繆斯與詩人》㗎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嘅資訊，可以去到我哋嘅網頁度，又或者去到各大分行查詢。